好，真早，欢迎收看今日7月28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为了对抗通货膨胀，美国联准会27搁升利息，一捆头是升3码，嘛表示未来会搁继续升利息。那美国股市三大指数伫升利息了后，收盘拢大起，其中纳斯达克指数起超过4%。这间、3间、房间、2间变数的厝要卖89.800美金，贷款的成本增加，和美国南加州一寡热门地区的厝无亲像以前介绍遐好，介绍一直降。As far as the housing market, yeah, it's going to definitely continue to cool things off. 透过提悬贷款的利率和抵押贷款、汽车贷款或者是商业贷款的成本变悬，和消费者加企业较袂去借钱加开钱，亦和经济降温减慢通膨。这是美国联准会控制通膨的手段。联准会27日宣布，搁再升利息3码，而且有可能继续升利息。High inflation imposes significant hardship, especially on those least able to meet the higher costs of essentials like food, housing, and transportation, which is the second 75 basis point increase in as many meetings. While another unusually large increase could be appropriate at our next meeting. 这边升利息影响消费者加企业贷款的关键利率，提悬到2.25%到2.5%之间，也是2018年以来上悬的水准。联准会甚至在经济已经开始出现放慢的情形下，依然积极升利息，进一步有可能出现今年年尾或者是明年会有经济衰退风险。在这个月中，国内6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加9.1%，创41年来上大起爆。愈来愈悬的通膨和消费者无信心，对经济正担心。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镜头转来，咱国来关心台南成功大学伫昨暗晚7点的时，全学校熊熊熄灯。学校调查是因为机尾楼高压要开关排气，经过抢修，伫暗时11点半已经恢复。因为即马在休热，所以学校较无人，影响无遐大。也毋过有一寡学生伫学校做实验、写报告，熊熊熄灯，国不中拢爱定来。机台一定很伤。然后我们在做半导体的那种薄膜，一定是重做。做实验就是这样，就是可能做了好多天，然后到今天这一步，关掉重来。习惯了，又不是去年5月那时候也断电2次，所以朋友也应对过，所以不紧张。学校是表示，经过检查是自强校区机尾楼高压开关故障。暗时我7点的时开始停电，经过抢修，电至11点半时恢复。成功大学今年4月份嘛捌发生设备故障，全学校熄电。当时是因为鸟鼠走入去变电站，随报成功大学停电，也毋过台电的台南区营业处是表示，昨暗台电供电一切拢正常。来关心台铁是公告，今仔日半暝啊有列车败马，造成新庄行到高雄，敢若即马会当单线双向通车，按算早起才会当恢复。另外，伫昨暗8点半左右，宜兰火车头是发生火车弄死司机员的事故。有一个准备要交换班的司机员过铁轨路的时，互驶入来载货的火车去弄到，当场死亡。救援人员来来回回伫咧找被卷入去火车底的代替司机员。27暗8点半左右，宜兰火车站代替7556次货物列车进站时阵，弄到正要过铁轨路的另外一位代替的司机员。7557次交接班司机员从第2月台北边跨越轨道，抑制4股道交接班不慎遭进站之7556次货物列车撞击。被弄的司机员调伫咧列车底甲铁轨路之间，消防人员到现场时阵，看见倒边的大腿断去，腹内拢走出来，明显死亡。那消防人员到达现场之后，发现他遭受撞击之后，已经造成断肢以及腹部的内脏外溢，判定为明显死亡。死亡的是62岁姓吴的司机员，伊伫8点20分左右，在7557次货物列车到宜兰车站落车了，下过铁轨路，准备要交接班，遭互7556次货物列车弄到，当场死亡。司机员的尸体暂时放伫咧月台，检察官只是由检察员搜证线了后，才交予铁路警察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今日早起8点16分，台东发生规模5.4的地震，上大震度伫台东有4级。
那其他所在，亲像花莲、甲南投，拢是3级，这是收到上新的消息。接来，咱来关心天气，今日嘛是高温烧热的天气，各地高温伫32度至35度。另外，气象局是预估第5回风台送达今仔日形成，那明仔开始，各地雨水拢会增加。今日早起，中南部的沿海会开始先落雨，那过到中南部、北部、东半部、山区拢有雷公雨。沿各地天气同款也是真热。气象局有针对双北在内加强8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警示，新北、屏东甲宜兰高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尤其是花莲、创国高温嘛有38度左右。另外，要提醒乡亲，关岛附近热带性低气压今仔日会乘做风台，未来会向西北行。虽然对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不过对拜五开始，咱受低压的影响有水汽，所以台湾天气会变做较无稳定。过道落西北风的范围嘛变较宽，西半部过道了后雨路会较粗。风台未来安怎行？即马还阁观察，有可能会挖进咱北台湾的近海。来关心桃园，昨昏尾暗仔传出枪击案，有嫌犯夜枪对一台轿车开6枪，因为地点就挖进市议员参选人的服务处，所以警方唔敢大意。1点钟内就破案，有抓到3个嫌犯。嫌犯是讲，因为因甲车主有纠纷，才开枪，甲选举无关系。行车记录器有录到几声枪声，坐落来就看到一台黑色的轿车驶到车头前停落。一个穿黑衫的查甫人，本来人就要走啊，尾啊搁回头转来开几落枪。连续开几落枪了，这个穿黑衫的查甫人才行转去黑色的轿车，坐起伫副驾驶座车驶走。当地民众听到枪声出来看，发现有一台白色的轿车后车窗有几落的枪子孔，玻璃标做地路盲行。警方对监视器画面以车掠人，代志发生1点钟久内就把人掠到。3个嫌犯被警方逮捕，坐伫咧涂骹，因为案发的地点就伫桃园市平镇区市议员参选人陈武环服务处附近，离开枪的地点只敢150公尺。警方正注意，经过调查，被开枪的保时捷轿车车主是38岁女房东，最近确诊伫咧厝内隔离，车已经停伫咧遮3天啊。嫌犯讲，甲车主有行车纠纷，才开枪出去。板金遭人分别以6颗钢珠弹毁损。经扩大调阅监视器等，分局在1个小时内在平镇区中丰路上拦截3名嫌犯到案。3个嫌犯上少年的才20岁，被抓了讲，迄人遵循 CO2 电报惩罚案，经过调查是甲选举无关系。警方目前也搁伫咧调查详细犯案动机，也搁有这个情是毋是涉及其他案件。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主动脉瓣膜伤下，是高龄者的杀手，会造成心脏衰竭，嘛会引起失智症。最近这几天，治疗这款症头的 TAVR 手术愈来愈稳定，真侪患者经过手术顺利治疗。台大的团队嘛，只是讲 TAVR 手术嘛有予失智症的患者病情逆转愈来愈好。这个研究成果嘛有刊伫国际上真出名老人医学期刊顶头。来看中国时报。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5摆通电话，按算伫华府的时间28会举行，议题会真侪，包括台海局势，也有乌克兰战争，拢会讲到。那美中两国的竞争，尤其是经济上的竞争，安怎准则，嘛是通电话的焦点。来看联合报，原地大学洪亚公有几名教授去中国的大学教册，其中有2个学者是中科院出身。那副校长林志明，也阁是乡志飞弹研究团队内底真重要的成员，恐惊有涉嫌泄露国安机密的记录，所以桃园的地检署已经主动去调查。来关心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因为论文的风波受人质疑，其中有一个内底是关键人物易正宏，昨伫律师陪同之下，又去参加台大学术伦理审定委员会，嘛有发出声明，强调伊绝对无抄别人的论文。林志坚嘛讲，伊已经把论文相关的资料拢送去审查，期待审查会当公平公正。
要争取同市长大会的林志坚限制论文风波，大大支持针对论文证据开学术伦理审定委员会。不过林志坚甲指导教授陈明通拢无出席。林志坚自7早起出席活动，面对媒体追问，强调已经将法院公证过论文相关资料送到学伦会。希望学伦会因公正公平审定资料和证据呢，并且经过了法院的一个公证哦。那我比较期待就是这个学伦会哦能够公正公平的来审定。专案关键人物调查员易正宏是伫律师委派之下出席学伦会，会后伊透过律师发表声明，强调论文是家己写的，无抄袭，也强调外界指刊写论文抄袭甲客观事实无符合，了后若有不实的指控，会依法追究。对于他的这个论文跟委员做答辩，证明他没有抄袭，依照委员的这个题目来做回答，并不希望节外生枝，我们只希望证明我们自己是这个执行完成的。除了台大开学伦会，中华大学部分原本担任审议委员会召集人的公馆系主任请辞，校长新竹市议员李建辉也证实已经请辞。中华大学表示，李建辉为维护学校名声，消除外界对政治干部学术的误解，决定辞职。学校是尊重，也强调审议委员会会早日完成调查，对各界关注有一个交代，各幸福学校平静的学术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咱国内昨昏是新增加25000多的本土病例，死亡个案有28例，而且阁有3个囡仔是密切个案。那高雄某一间做船厂挖到 BA.5， 这个指标个案即嘛验出讲，甲伊带斗阵的2个后生嘛是去挖到 BA.5。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这是咱国内头一站 BA.5的家庭群组感染，而且内底的囡仔嘛是咱国内头一个有囡仔去挖到 BA.5。高雄一个造船厂员工进前感染 Omicron 亚型变异株 BA.5， 共大亲人基因定序结果出来，其中无到5岁后生7月11发病确诊，无到10岁后生是无症状。这是国内第一件 BA.5 家庭群组，也是第一件有囡仔感染 BA.5 的本土个案。一位是有症状是轻症，另外一位是无症状的个案。那这也是我们就是 BA.5 首期有经过定序确认的这个家庭群聚。因为国内出现 BA.5 社区感染个案，外界烦恼8月是不是疫情搁滚加？有专家表示，台湾疫情恐怖期已经过，就算有 BA.5、BA.4，也只会造成小规模的疫情。BA.4会变多，那原来的那个新冠病毒的种类会被压制下去。那可是呢，它的那个流行规模不会太大。另外，新冠本土疫情日前增加25511例本土病例，中重症有154例，死亡有18例，创73天以来新低。指挥中心强调，未来观察重点无伫个确诊数，是伫医疗量能是不是充足，重症死亡比例是不是提悬，会继续监测疫情。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5亿7千万例，死亡人数有超过640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25692例，目前咱台湾即阵总病例数计共是已经超过449万例。日本超过1100万例，韩国超过190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的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超过92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是超过33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2300万例，法国嘛已经超过3300万例。来关心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8月份敢会来咱台湾访问？白宫即马是强调讲，只有佩洛西伊家己会当决定家己的行程。也毋过来台湾访问这部分，中国知影了后是中卡断地。中国国防部佮表示，因绝对袂激点点。日本媒体报道，佩洛西拄来台湾访问，当计划8月7日到日本访问，前往国会听对道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演讲。虽然到目前为止，佩洛西拢无正式访问行程，不过中国已经真侪届抗议反对。环球时报前总编辑甚至呛讲，美国的航母编队会互人消灭。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中国军队绝不会坐视不管，必将采取强有力措施，挫败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图谋。In general, we regularly provide briefings to members of Congress who are considering travel to the region, and Congress is a independent and co-equal branch of the U.S. government, and members make their own decisions. 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密里，互人问起佩洛西访问台湾的议题时，表示，那做议长也是任何人决定出国访问，佮提出军事协助的请求，军方拢会提供必要的措施，保护行程的安全。外交部是佮声明无接到佩洛西的确实消息，也无评论。记者综合报道。那美国前总统川普落任了后，2日是登去到华府发表演说，伊也是认为伊家己有选赢2020的总统大选，而且佮暗示讲伫2024年伊会佮出来选。也毋过即马甲伊共党的前副总统潘斯嘛有想要出来选。其中选举就要到位，在共和党内议员有重量的川普，自当在华府用邮递库发表演讲时，议员表示2020年总统大选有问题，拜登头早也胜选。I always say I ran the first time and I won, then I ran a second time and I did much better, but we may just have to do it again. 川普伫93分钟的演讲当中，将目前美国暴力、毒品抢攻甲非法移民这问题，拢是因为民主党主政的缺失，主张未来若共和党掌权，会对毒品走私犯罪者处死刑，佮动用国民警卫队阻止暴力，同时将游民赶到都市郊区。对众议针对去年国会暴动案办的听证会，将目标指向川普严重失职，川普一个反击。They want to damage you in any form. But they really want to damage me so I can no longer go back to work for you. And I don't think that's going to happen. 这时阵在卡团车反火车爱川普个做4年。Thank you. 川普到目前为止并无正式宣布参选，暗过强烈暗示伊要决定来参选2024年总统大会。传出同款想要进军白宫的前副总统潘斯，是在川普发表演讲之前，该参谋到最无聊。But we may differ on focus. I truly do believe that elections are about the future. 虽然拜登总统民调数字最近落正低，不过川普伫共和党内支持度也在落。6礼拜前，众议听证调查多开始的时阵，有33派共和党人认为伊应该至少为国会暴动负部分责任。目前这数字已经提悬到40个百分点。公司新闻站回应评价。在关心俄罗斯宣布2024年因要退出国际太空站计划的团队，因想要去家己的太空站。针对这个讲法，美国是表示遗憾。Безусловно, все свои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 мы выполним перед нашими партнерами, но решение и уход с этой станции после 2024 года принят. Я думаю, что к этому времени мы начнем формировать российскую орбитальную станцию. 7月15早拄啊上任，俄罗斯太空总署的新执行长普利索夫，佮提出2024年开始要退出国际太空站的讲法。目前地球轨道顶端的国际太空站 ISS， 由美国、俄罗斯、日本、加拿大甲欧盟等太空机构合作，伫1998年开始，甲各太空舱发射成功，组成互相连接、运作互相挖靠的大型结构体。The ISS was designed to be completely interdependent or dependent. On both sides, so neither the Russian side or the American side could function without the other. So the Russian side is completely dependent on the American side for electrical power. The American side is completely dependent on the Russian side for propulsion, both for attitude control, for maneuvers. 所以，上这毋是俄罗斯头一遍提出要离开国际太空站。波索利夫前继任罗格金嘛讲过类似的话。虽然俄罗斯太空事业总管换人，这种代志佫提出来讲，也引起正人关心。不过，专业的太空新闻网 Space.com 分析指出，俄罗斯的计划中，家己建造太空站，离地表的高度甲 ISS 差不多，只是说地球的方式无共。未来前景如何也真歹讲。国家波索利夫话无确定，稍后俄罗斯随时有可能改变心意，留伫 ISS 计划团队。公司新闻请家人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美国参议院通过美金520亿的晶片法案，要到众议院表决，相信后礼拜拜登就签署就生效。
来关心美国国庆日发生枪击案，嫌犯已经防以117项罪名起诉，总共无杀罪名成立，安尼以防关系4人嘛袂使假释。英国嘅外交大臣特斯拉是表示，伊总共选调首相，伊会强化英国嘅经济贸易，会阻挡中国日头做大。来关心汉光演习，即马当地举行陆军特种作战指挥部配合演习，伫屏东潮州空港场执行跳伞任务顺利完成。另外，即届嘛唯一用真正炮弹演习的所在是伫金门。金门实施联合反登陆作战，展现国军的实力。若今仔日万安演习的所在是换东部甲外岛，包括花莲、台东、金门、马祖，下晡点半拢会进行车停人疏开演习。装炮弹了后，遵照指令发射。汉光38号演习第3天，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照防卫作战进程，伫后河海部联合反登陆作战操演，由炮兵部队实施杜绝敌人潜艇登陆反舟炮射击。了后到反击作战阶段，由榴弹枪、机枪甲迫炮、机炮等轻力兵器进行做团线会战，阻断敌人抢滩。总共使用2500粒枪支。金防部表示，实兵演练应互官兵熟悉作战场景，应互战力做真好的发挥。陆军特种作战指挥部共部伫潮州空港场做空港作战操演，76名特战官兵坐 C130H 运输机分配跳伞，第配16人用高空渗透伞为6000英尺高空跳出来，随其有60个使用 T10B 增援伞的官兵，为1300英尺到1450英尺慢慢跳出来，也互民众感觉真壮观。毋过也能翕到第2批跳伞的官兵，有人落地时阵倒头栽。除了实兵实弹演练，台中也演练大量官兵受伤后伤。透过本次的演习，建构军民医疗整合的能量，以提升地区医卫能力。军方表示，演练过程要让官兵在上短时间内成功抢救受伤的人，各甲医护人员交接，完成战时支援作战的任务。记者综合报道。详细的消息来关心海巡昨在伫澎湖西南海峡发现中国渔船遭过界，咱有强势定准，嘛甲因押回去马境调查。138艇在今天早上10点，在花屿的西南方23.5海里处，发现一艘陆籍无船名陆船越界，随即展开追缉。该陆船拒不停车受检，138艇强优势警力强靠。并将船上5名人员带返马公侦办。海巡人员过来甲报公布，要求中国渔船爱停船接受检查，也毋过渔船拢无咧信道。咱的海巡有强制停船去检查，尾也甲人甲船拢押回去马境调查。船顶有5个船员，因的体温拢正常，啊，那 PCR 检测嘛拢阴性。有发现鱼货差不多100公斤，全部拢倒回去大海。内底船顶嘛无发现牛肉，也是猪肉的制品。来关心选战政治的消息，台北市内湖的交通即马个正做市长选战的焦点。民进党的参选人陈时中日来有表示，总讲瓜市府感觉内湖的交通无救啊，安尼就换伊来做，换伊来救。国民党蒋万安是认为讲应该爱增加捷运，也有连外道路爱加强分流。现任的副市长黄珊珊是强调讲，市府已经有尽力在改善，有咧做好疏运，嘛有咧拓宽连外道路甲桥梁，毋是拢无咧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甲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去龙山寺拜拜。蒋万安发出成立台北队特战指挥所，邀请议员参选人做竞选总部副总干事，强化基层动员的能力。针对民进党陈时中日来讲，内湖的交通换伊来处理，蒋万安嘛提出3项解决的方法。第一个，我们加速建制新的捷运路线；第二个，我们积极寻求连外道路的辟建。第3个，通过大数据的分析，我们让使用者事先的做好分流。
会以无党籍参选的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27参加一个停车场车用快速充电器办仪式的时阵讲，内湖交通的问题，主要的原因是车路甲停车的空间对袂到上班人真正甲的情形。市府已经正式智慧号志，甲公车的路线来强化疏运，另外嘛分化车路甲连外的桥梁。上大的问题也是松山机场。松山机场一直是内湖对市区交通最大的瓶颈。那中央包括民进党已经讲了很多年，他们每次要选市长的时候都来说松山机场要不要迁建，但是这几年松山机场从来没有提出一个真正改善内湖交通的一些方式。黄珊珊甲台北市长郭文德嘛质疑讲，陈市长并无提出具体的方案，不过针对这点，陈市长是无认同。他逼我讲，我想市长不要忘了，现在他是市长，我是市民，应该是市长说明给市民听了。哪里有盯着市民教他怎么做？如果这样就我来做就好了。陈市长2次继续去拜访基站，有去到中山区。伊讲希望听更较侪选民的声音，提出相关的政见来争取选民的认同。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最近国内治安无啥平静。昨昏伫桃园有人对车辆开枪，那台中是3天内发生2件枪击案，其中有一件伫大理中兴路洗车厂开枪的嫌犯已经被抓到啊。那警政署对7月11日开始嘛启动扫污查枪的行动，目前有抓到450个人，嘛有查到120支枪。长时间埋伏，原警向前逮捕阿辉分局，伊就是2日伫台中大理洗车场枪击案4区的主要嫌犯。犯案了后，一路向屏东逃走。不过警方表示，嫌犯好亲像想讲风头过啊，迄暗顿转去台中，拄啊去互抓到。专案小组掌握到邱显的逃逸车辆之后，那立即向地检署申请这个核发机票，将犯嫌查缉到案。同时，在他身上起出一支改造贝瑞塔手枪。那台中传出枪击，乌色小汽车开到南投埔里，驾驶车窗过落来，向路口监视器开枪。伊是统小党总裁白龙张安乐的姓王保镖，因为替朋友处理纠纷，牵涉到恐吓，去警方上班。出事印有某特定政党主席之友会会长头衔的名片，并表明是某特定政党及竹联班身份，恐吓被害人国内治安无平静，台中南投这个所在传出枪声，警政署展开行动，专门要扫污查枪。内政部长齐国勇阁宣示，帮派无法度用稳。相关的查会、自爆、查选举的赌盘等等相关的，包括打诈、诉枪，我们会有一系列的行动。这届扫污行动为7月11日开始，警方半个月抓到450个帮派分子，查缉不法枪械120支。年底9合1大选瓦吉那，查查贿选甲暴力这工作会持续进行，无要让选举前的治安违法出现漏棚。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政府甲前市长林志坚最近是因为新北棒球场场地问题引起外界批评。即马各有学生囡仔家长出来表示讲，市政府伫2016年冒开1500万的经费，伫新北市去做一个互学生囡仔会当使用简单的棒球场。毋过，这个棒球场买来工程竟然是靠学生囡仔来收买的。市府有出面驳回，讲代志毋是外界所讲的安尼。学生家长提出相片指出，这开1500万经费起的简易棒球场，投手区甲本里打击区竟然不是专业厂商做的，是新北市棒球委员会带高中棒球队的教练参学生做伙完成的。发现整个建设好一个场地竟然没有那个投手丘跟本垒板，所有的教练团还有学生，那我们是一块砖一块砖这个去搬，然后把这个球场的那个投手丘跟本垒板这个铺设完毕。连一个小型的工程都做不好，所以12亿的工程怎么可能做得好呢？针对质疑，教育处回应球场符合球员的需求。当初时，工程单位是寻求棒球委员会建议，向使用者、专业教练、参球员进行讨论，
做伙合作完成。它未来的使用者会是我们新竹市的棒委会以及我们新竹市的青少棒的选手们来使用哦。经由专业的棒委会以及专业的棒球教练，还有相关的球员来共同的协助之下，针对了投手丘、本垒板等选手中较为专一的场地的部分哈，共同来进行一个协调跟施作的。新竹棒球场工程争议引起大家关心，即马前市长林志坚过去建设，不互外界提出来讨论，甚至全国民众关心的议题。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苗栗县长徐耀昌昨昏针对昆武演卖场开发案，县政府败诉这个结果，宣布讲县政府袂去上诉。也搁针对宣判迄一天，演卖场外口有乡亲和不明人士拍甲闹火闹地，反昆武自救会有参立委开记者会，批评苗栗县的警察局执法有问题。被那个辣椒水喷到的结果呢，就是整身呢都是一直沸腾，像热开水烫到一样。罗先生想起7月2日反昆武自救会甲昆武乌沙人发生冲突的时，也是真惊吓，伊家己嘛因为安尼受伤。反昆武自救会参立委陈昭华27日台北开记者会，即期警方伫发生冲突的时阵无保护村民，冒发者即期苗栗县警察局的执法有问题。从一开始大车进来到台一线上的时候，警方的盾牌始终都是对着村民。上一次的冲突的时候，冲突之前，警察一一的叫黑衣人把身份证拿出来，一一的列册。这一次完全没有上一次的那种做法。黑衣人从外围进来，我们都有去盘查，这个我们的政策是没有变，确实是他们从后山进来。这个我们没有掌握到，这是我们的疏失。苗栗县警察局坦白对部分乌沙人的情报掌握是有闹交气，但是强调因保持行政中立，乌多参与冲突的部分嘛，当咧调查当中，因素因为当咧调查，并无详细说明。另外，台中高等行政法院第2日宣判，苗栗县政府应该命令昆武停止开发。苗栗县长徐耀昌27宣布，袂阁上诉到最高行政法院。希望在县府决定不再上诉之后，过去的纷扰、不安、指责，甚至于不理性的谩骂，可以到此就落幕。徐耀昌表示尊重法院的独立宣判，嘛强调县政府的行政流程拢有按照法律规范咧进行。记者郭本淡报道，综合报道。地方风上头，镜头来台南。台南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博物馆最近是陆续找到日本时代的马桶，也有用来贴水稻烟筒的红砖啊。因打算要邀请专家来做研究，希望透过所谓方式的重建甲保存，互大家了解咱台湾水稻的历史。画面上看到这个长四角形的灰仔，事实就是100几年前日本时代利用马桶，顶面还有一丝一丝的青木花草，相当的雅气。但水稻伫20几年前捌征收，这个马桶就互人等伫路边无人治，资本互在地居民捡回去收藏。因为即马拄等博物馆100年的喜事，伊才决定佮关灯来赞助公彩。这个马桶也是吴子忠老爷爷他提供的，就是归还给我们馆方，希望我们可以把它进行更好的保存。那今年适逢水稻100周年，我们在预计会请专家学者进来对它进行相关的研究。除了马桶以外，水稻博物馆最近嘛开始来研究园区内底烟筒，佮意外收到当年的水稻工程师的后代子孙，特别寄来4块当时用来贴烟筒的红砖。每一个砖仔顶面，佮有3只耐火连下回写，甲土巴塔白纸的字样，真有历史的价值。这些耐火砖呢，它其实上面都还有日本时候留下来的那些痕迹，像是它是属于什么公司等等的，其实上面的文字都还非常清楚可以看到。所以当我们在发脸书的贴文介绍耐火砖的时候，也有热心的网友他去帮我们找这个相关的公司是哪几间。中华水稻博物馆有一座。伫日本时代就起好的烟筒，因为当初是阮咧运送水甲台南市的过程内底，有2个所在用到电，所以呢，阮这个所在有当初是台湾南台应该是南台湾第一座火力发电厂。淡水稻自1922年就启工，当时是对站务区抽水经过净化处理，才佮送到20几公里远的台南市区，拢是靠园区内火力电厂发电送水。官方打了拍算用数位方式，佮定建出电厂内底36公尺高烟筒悬殊的模样，望佮替南部的水稻建设留下见证。记者综合报道。
一般咧食鱼啊、鱼翅，食到尾啊，拢会甲拼掉。也毋过伫屏东东港有一个艺术家，伊号做王宣雄，伊是利用鱼翅这骨头啊收集起来了后，做出侪艺术品。毋但做甲真水，手艺嘛真有路，带乡亲咱做伙来看。孔雀野啊白灵诗，每一个作品拢活灵灵，这拢是屏东的艺术家王宣雄的作品，甲通常咱食无爱鱼翅骨头摕来创作。那以别人的眼光，可能伊鱼啊蹭蹭的，伊就等下甲迄叫恢复，但是对我来讲，这拢是宝。我所收集的鱼啊骨头吼，有几60种啊。啊，因为伊的造型无同，咱临时要创作什么作品的时阵，就用找到咱所需要的部件。王宣雄15岁迄年，老爸教伊做头一只白灵诗了后，伊就产生兴趣，开始创作，打造要40件的作品。不过，伊嘛毋甘这个手艺未来可能会渐渐失传去。白灵诗这作品吼，伫咱东港是算流传较久的一个手艺啦。这老一辈的人介济拢会晓，但是伊较真流传较真吼，用要失传啊。真若以阮地方来讲，会晓做一只的人，可能无超过10个人。要创作一挂作品实在无简单，袂当惊臭腥味，而且有的鱼翅介油，一个无细致就会用断去，就要真定着。王宣雄嘛希望透过这个作品，让这项工艺会当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简介来看3档前，台电伫新北的瑞丰水南洞13站位置点顶打造一个天空之城，嘛正做真出名的观光景点。啊，那今年的中秋，台电要佮建筑师也佮舞团合作，要举办艺术节，而且开5年时间修复完成的金龟石新社，嘛会结合科技佮艺术，展现伫民众的目睭前。舞蹈家展现优美的姿态。上定今年的黄金盛典艺术节特别开始，台电公司甲建筑师舞团合作，希望透过新兴的科技甲无同款的艺术，让民众看到设计金龟石新社的光景。也可以在你的 AR 的体验的过程中，去跟就是包含你的常常熟悉的社群平台，不管透过拍照体验，看到这一些过往的神社的状态，然后也可以在平台上面跟你的朋友做分享。台电这几档接管新北瑞丰的在地资产，2019年点光东北角海边的13站位置，和黄金岁月再现。这届修复的金龟石新社是台湾历史上第3座新社，经过5年的时间才完成修复。第一代的神社是一个木构，一个石造的，我们也特意把它留下来，算局部留下来哈。然后目前我们在这个入口处哈，那做了一个现代的仿的一个我们叫碧雨亭。台电公司和相关的厂商签约，艺术节按算伫今年9月中秋连假起稿，艺术家拢表示真期待。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北报道。国民法官新制度伫明年就要开始实施啊！台北地方法院的国民法庭伫昨昏正式挂牌，按算未来一档会当审理30-40件。也阁有学者即马是较烦恼讲，咱的评级制度甲美国无同，加上咱国内也是有高高在上这维权的效应甲观点，所以国民法庭要真正反映民意，恐惊也阁有真长一段路要行。请揭牌。将人甲红布扣落来，台北地方法院国民法官法庭正式启用。法庭的色彩特别用较浅的，希望打造亲切感。合议庭除了主本3职业法官，即马2边拢分别加3个国民法官。检察官甲被告的位也特别摆带，方便甲国民法官沟通。估计明年才会当收30-40件的国民法官案。甲即个法律吼有配合的案件，用国民法官法庭审判的案件，照即个司法院的统计，差不多是30几件到40件左右，一年嘿。我们台湾一直到今天这一刻啊，来让国民走入司法权的领域，共同来做司法的决定。我觉得这对于我们的
不管是法治来说，对人们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哈。台北地方法院表示，国民法官法是刑事诉讼法制定甲实施以来上重要的特别法，因已经准备好要面对新制度。不过，学者烦恼国民法官的素养犹未发展完全，加上讲惊有威权效应，未来判决恐惊一面倒向法官的意见，颠倒无法度反映民意。台湾这国民法官吼，因自头到尾拢是甲法官坐倒伙，叫困嘛做伙。咱台湾吼普遍拢嘛有迄权威效应。啊，尾到尾啊吼，是毋是大家拢会去问这三个法官？啊，三个法官是毋是动不动就会做法学交易？啊，就是毋是应用因这6个国民法官伊的行政行程，甲伊的意见。司法院表示，9月份就会甲各县市民政课来合作，列国民法官的名单，询问参审意见。准若年底有重大刑事案件发生，起诉的时间拄好是明年，安尼就会当请国民法官来做审判。记者洪敏晶、郑派文台北报道。为着要协助经济较弱势少年家会当伫社会上甲人徛起，高雄的社会局有一项拖地散车计划，专门是帮助较弱势大学生，透过逐个月欠钱，抑个协助因去就业，才会课程。即摆已经有协助71个大学生，啊，若3年的时间加咧，这人已经欠着375万。小安顺利毕业了，去安养机构甲妈妈做阵翕相。单亲家庭本来就真辛苦，2冬前，伊妈妈阁中度失智，迄当阵伊还阁伫咧读册。好佳在社会局协助安迪伊妈妈小安参加脱贫计划，伊的梦想设计还阁摕过真侪奖，怎么阁准备要读硕士班？在我毕业后会有一笔资金，那这笔资金其实可以来负担妈妈的机构费用，那也可以来补助我的学杂费。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补充自己的技能。申请也是大学毕业，是一间游戏公司的音效设计师，也是来自弱势家庭。真感谢这个脱贫计划，会拄毕业就一笔存款。如果我没有这笔资金的话，我觉得我并不会这么冒险的想要去追求自己理想的职业，可能会很保守的选择去考个公务员。这3年来，社会局协助71个弱势家庭的大学生。逐个月上最欠3000块，社会局同款阁提供3000，帮助因欠钱，上最2冬就当欠15万。另外，还阁有理财课程，协助因出业了找头路，顺利就业。当你大4的时候，其实多数都会去就业。那我们希望真的这一群人能够帮助这些孩子，你毕业后就能够顺利就业，帮助家庭的经济可以累积一笔资产去做脱贫的一个运用。若有社会局斗相共，这2个少年人家己也正打拼，改变家己的人生。记者综合报道。厝内若是总共有人破病，长期照顾落来，这个压力一般人是真歹体会。为着要减轻这照顾者的负担，卫福部也有民间团体是做伙推动照顾心情点报机，要透过网站会当来消透这因的心情。照顾了多久？我们应该10几年了。有没有因此而放弃了什么？有梦想，我很喜欢旅行。陈小姐透过照顾心情点报的网页插图，可以理解家己的心理状况。内底有插画家用伊自身的长照经历所画动画图片，替同款遭拒的人加油打气，嘛有专线，互照顾者通进一步找通口寻求协助。因为像因这款家庭的照顾者，长期压力，一般人真歹体会，就会觉得不晓得要怎么办，然后或是要送安养院，也会觉得很挣扎。卫福部表示，因为一寡传统的观念，有未少照顾者的处境真封闭。今年统计台湾有81万多像失智、失灵、身体衰弱的被照顾者，但是寻求长照服务的人才40几万人，也就是讲，有一半左右的家庭是家己咧奋斗。像有一些就是完全靠自己撑起这个照顾的责任，那他很惊，他不想要外界的帮忙哈，他觉得他自己可以。那事实上，照顾真的不是一天的事情。希望减少长照产生的不幸事件，这个官方结合长照团体，插画家顶刷心情网页，希望加一个方式，互因了解家己的心身状况，甲寻求各种帮助的管道，莫互因感觉家己是孤单一个。记者伫今日学开台北采访报道。再去看世界，镜头来欧洲巴尔干半岛南边的克罗埃西亚，因为有真侪细粒小岛，要去别位交通拢真不便。
有当时啊，甚至爱阁驶过别人的国家。也毋过即马，伫遐有起一班下海大桥，会当减少真侪交通的时间。烟火伫空中是水甲，这是佩列沙池大桥完工通车庆祝的仪式。这条下海大桥拢总有2.4公里长，用15年的时间起的，下过亚得里亚海，接去对岸的佩列沙池半岛。日落通车的迄一天，透早侪居民就花头喜面，烟花国城镇庆祝的人阵嘛吵。马尼干半岛经过几啊届的战火，国土的界线复杂，克罗埃西亚南边到波斯尼亚国界线探过。若要去杜布罗夫尼克，这个世界遗产，而且是真受欢迎的观光景点。虽然是真近，嘛是爱靠一大连才会当到位。居民甲游客若是要下国境来旅行，主要爱靠游览船。若是赛车，就要准备证明的文件，才会当通过波斯尼亚国界。但要通过边境的车，请在排队排到落长，边境就要等1-2点钟久。也若附近市区的交通嘛受到真大影响。Znači, glavna dobrobit koju će Pelješki most donijeti je znači da će nam skratiti. 佩列沙池大桥通车，除了和国土重新合体，大部分的民众嘛希望会当恢复疫情进前观光生理加压的情形。克罗埃西亚有1000外岛屿，海顶的活动是真兴，每一年是成几百万的游客来这行搭。沿海城镇打造的纯澳海产餐厅，这个现捞的海产，拢是游客上喜欢食的。也若奥瑞比克港区针对高消费的人客，推出高级露营住宿，让人客会当享受亚得里亚海的海景。Realiziramo skladno u pogledu prekrasnog projekta. Ovo je povijesni dan za Hrvatsku. 佩列沙池大桥是克罗埃西亚从1991年脱离南斯拉夫独立以来规模上介大的基础建设。2007年开工了后，因为经费无够全停工。2017年以欧盟会员国的身份，得到3000多亿欧元的基金，即马才有法度完工。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南美洲阿根廷有一个小镇，最近有真侪人去粪扫场烧粪扫，因为有风声讲有人甲钱当作粪扫当作拼掉啊，真侪人拢想要去搬运去找看卖，看敢有钱通捡。会出现烧粪扫这款热潮，嘛是因为当地钱变薄，大家手头愈来愈暗，日子歹过，才会想要去粪扫场挖看卖，看敢有钱无。最近，这个拢正废弃物的粪扫场，互阿根廷民众当作找宝的天堂。Un compañero nuestro se baja del camión y justo ve en el piso un billete todo planchadito. Y cuando nos dimos cuenta era un billete de $100. 网络最近传讲，中部小镇拉斯帕雷萨斯有一个藏1笔美金的柜仔，因为主人过身无人继承，互人等伫粪扫场。Después ya al día siguiente del martes vino otro chico y consiguió $25,000. 结果，这个风声愈传愈快，互真侪人要来遮找美金。小城镇的居民为着找美金，一直来粪扫场找宝，互当地政府只好甲安排场关起来。Para decirlo, esta locura verde que se vivió esta semana se da porque lo que se encuentra son billetes dólares y sobre todo dentro de un contexto en donde hoy el país no la está pasando nada bien desde lo económico y que la palabra dólar prácticamente está a cada minuto en la boca de todo el mundo. 阿根廷当经历高通货膨胀，过去12个月高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64%。当地官员解说，民众生活艰苦，听到有钱通捡，都甘愿相信有。法新社报道是讲，阿根廷人长期无信任银行，惯是把钱藏伫厝内，毋则有人相信壁橱啊内底有藏钱的讲法。部分网友是甲这个代志做迷因图，考说政府无这个能力应对通货膨胀，互民众爱去粪扫场拼钱。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德国新创公司即马有研发出一款利用太阳能发电的修理车，这款车是比一般普通的电动车搁较省钱、搁较环保。按算明年的下半年就当开始量产。这个由德国新创公司推出的5人座太阳能电动修理车，25日慕尼黑第一摆公开，搁开放互民众来试坐。How do you like the seats? Feel comfy? Yeah. Yeah. Good.
这看起来甲一般的车无啥无共的电动休旅车，将太阳能电池晶片甲车身完美结合，甲传统太阳能板比起来重量少一半。详细看就会发现车体表面是一块一块长形的太阳能电池组成。Der Sion ist das erste bezahlbare solare Elektroauto. Und was wir hier gemacht haben, ist, dass wir in die gesamte Außenhaut 456 Solarzellen integriert haben. 就这太阳能电池，这台车按算每礼拜用驶100公里，电池满载续航力用达到305公里。Was es bedeutet ist, du kriegst 112 Kilometer im Schnitt pro Woche durch diese Solarzellen kostenlos on top auf deine normale Reichweite. 目前这台车已经得到超过1.9万张的订单，计销是25000欧元左右。按照明年下半年就会开始量产，业者希望在未来7年内，应将产量提高到25万台以上。另外，西班牙甲美国业者也伫今年到明年之间推出同款的车，将电动车提升到更加环保、更加经济实惠的境界。公司新闻张回斌报道。气候暖化、天气反常，这毋是凊彩讲讲的尔。今年热浪、小影、热潮、高温影响全世界。伫欧洲的阿尔卑斯山顶，温度嘛升悬到30度。即马冰川融的速度已经创下一甲子上紧的纪录。不少游客先目睭看到冰川融起的景象，才真正感受到地球暖化是遮尔严重。科学家嘛讲，照这个速度、这个办势，2100年阿尔卑斯山有8成的冰川拢会消失。这位瑞士的地理学家林斯鲍尔当地的钻空，要来量看卖冰层有偌高，冰川涌起的情形是安怎？伫咧过去几冬，林斯鲍尔拢是等到9月热天要结束的时，才来做这件代志。但是今年伊提早2个月就来遮量冰层的高度。因为今年欧洲受到小影的影响，气温一直飙悬，阿尔卑斯山冰川融的速度已经互地理学家拢惊到啊。So at the first stage we measured, we had about 2 meters of melt, and the most extreme year since we have been measuring was 1 meter per year. 上热的8月拢还未到，即马冰融起的量就已经是过去的2倍。根据地理学家所收集的资料，因为去年冬天雪落较少，佮加上今年热天的小影，今年阿尔卑斯山冰川融的速度创下60年以来上紧的纪录。真侪来山顶佚佗的民众讲，想袂到连伫遮尔悬的山顶，气温拢有30度。一位比利时的观光客讲，虽然常常听到人伫讲地球暖化真严重，但是亲身到阿尔卑斯山，亲目睭看到大自然的变化，才会当感受到地球暖化的情形有偌严重。Oh my God! I was here like 15 years ago, and now the snow is gone, and the rivers and the mountains are not there anymore. So it's warmer. Normally we had like a hat and gloves. Now we don't need it anymore. 用同一个所在过去的相片甲即摆的相片来比较，就知影差别有偌大。事实上，因为地理环境较特殊，阿尔卑斯山每10年温度升悬的速度是全球平均速度的2倍。若是温室效应继续落去，科学家评估到2100年的时阵，阿尔卑斯山8成的冰川都会拢总消失。意大利伫7月发生冰河崩起，造成11个人死亡的意外。未来更较严重的灾难是毋是会一直发生？科学家嘛感觉真烦恼。记者甘恩恩编译。天气报道者来关心今日各地同款是高温烧热，过冬嘛爱细日雷公雨。另外，气象局预估第5号风台桑达伫今仔日会形成，对明仔载开始，咱台湾的天气会变作较无稳定，过冬落西北风的范围嘛变较宽，而且雨拢会较粗。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有3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外岛是25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